2009年笑亏诺贝尔奖18举行颁奖典礼，今年的主题是消化。得奖的名单包括甲牛脯甲亲像花雕马，安尼就会当减少4回互神来加。另外，有人研究讲，这度定爱食啥物口味的披萨，嘛有人研究讲，食久了后，这外国语会讲甲更较热肠。4, 3, 2, 1, launch. 大凯观众大家摕纸后的无人机射向台顶，不过拢无一个人射到目标，就连台顶的来宾也甲涂骹的纸后无人机佫翘起来，也是无射到。第35届变笑亏诺贝尔奖10月奖项名单公布啊，并且举行颁奖典礼。因若奖项的目的除了要有娱乐的效果，也表彰起来，互人感觉惊奇学乐的科学发现。今年新物奖得主是日本的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因获奖的研究是甲牛卫生敢若斑马相款的植花啊，将减少四回绑糖定甲牛，并且减少砂糖剂使用。研究人员讲，做这个实验时就是希望会使得奖，也佫无想到会使梦想成真。这也是日本连续19年拢有人得到变笑亏诺贝尔奖。因若营养学奖项是研究杜丁上爱食的物件是加cheese的披萨。有这个奖项的得主我都出席，有真正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杜夫洛代念得奖的感言。When we began studying urban agamas snacking on discarded pizza in seaside resorts in Togo, we never dreamed it would lead to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今年变笑亏诺贝尔研究主题爱甲消化有关系，因为和平奖是证明啉酒有当时也会使提悬这个讲外语的能力。We made an important discovery. Drunken Germans usually pronounce Dutch better than sober Germans. 另外，今年的心理学奖项是研究和学乐精巧甲自恋者的相关性。也有小儿科的奖项是颁予研究主题为爱食蒜头的妈妈，甲食indian的囡仔，感觉是安怎等等。讲是新闻，新闻批编译。